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7月7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振兴三倍券起行，自早起9点开始去便利商店注文代升，7月15就听好领来用。针对香港中国所制定的国家安全法其中条文，包含有意引导共产党还是分裂国家种种，上当拢通判甲终身监禁。昨昏台东列岛观音洞遐发生火烧，早起火势才控制落来，烧起有4架栋的范围。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讲，咱国内今日同款嘛无新增加染着武汉肺炎的患者。过去治病病例依然是447人，即阵敢若剩2个病人还佫伫咧治疗当中。另外，针对进前有主文催案，结果煞未记得去领这款情形，过来有要开放补领，毋过就要加扣淡薄手续费。咱等下来听陈时中指挥官上届新的说明。那我们现在国内还是累计了447人确诊哈，其中438人解除隔离，那7人死亡。那换句话说，还有2位，好，那我们希望这2位能够尽快的康复。之后大概是希望能够在第13期，在2.0、3.0第13期的时候一并开始，可以来补领，这些没有领的口罩，已经购买而没有来领的这些口罩。好，那当然这里面当然会增加一些费用，所以也会加收我们的手续费。就今日早起9点开始，民众会当摕现金1000块去大小间便利商店注文代升，到7月15就听好领票面3000的振兴3倍券出来用。若要直接入去固定一张信用卡内底开，也会当办理。结果因为同时间有超过10万人要注文，一寡便利商店的机台系统煞拢塌掉咧，芳袂行。我这个3倍券要结账。伫 7-11 的 iPhone 市3倍券的画面，甲健保卡插落，所落来印1个小白单，摕1000块去柜台付钱，就完成3倍券的1个手续。过来干那需要单通知的底线，7月15日当直接去超商来领。操作的方式甲最暗时名这是共款。再加赠一些购物金的部分，所以就觉得还蛮超值，也拿在手上还蛮有感的。毋过 7-11 的1个系统早起9点打上线，无到10分钟就出现状况。iPhone 毋是无遐多连线，若无就是车况系统伫咧无用，过来就是一直剩1块的画面。之前领口罩也是这样，就是会先异常个一段时间之后，后面操作就流畅了。我一开始有在网络上要绑定信用卡，是网页就宕机进不去，所以说那我干脆来用健保卡来使用，可能快一点。那超商的1个系统登记3倍券的官方网站部分银行电子户籍绑定嘛出现无遐多登记的状况。现在伊甲经济部等等的相关机关随今期来修理排除状况，目前官方网站已经恢复正常。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系统会造成登记的原因是因为短时间以来出现超过10万人来绑资料，流动收大才会登记。前半个小时那个纸本的预约就这个67000份，那电子的数位的这个绑定呢就94000份，所以超过16万份。短暂的这个宕机尽量能够克服减少。目前超商1个系统登记的状况暂时排除，毋过即届4大超商为着要抢2个的商机，落来杀真侪优待，像讲 7-11 若是计小成功，就杀100块的购物金等等。专家是使用专家电子附件 App 来预购，就送50块的购物金等等的优待，嘛互3倍券去加额来抢1波商机。记者综合报道。早起台南市政府嘛特别宣布讲，若去因遐甲振兴3倍券开放9月，就会当抽奖。市府会传一户徛家2房1厅佮驾车位，当作特别大奖。若3倍券尔，观光游览业自今日起，另外佫有安心旅游的补助，毋才会真侪饭店，咱嘛拢赶紧增加优待，要鼓舞人客。对疫情豆豆解禁，中央政府开始撒振兴3倍券的措施，各县市嘛拢来撒优待要抢游客。除了有6月份至8月份来台南大房会当抽100万的活动以外，台南市政府加额使用3倍券消费到一定的金额，都有机会会当抽到2房1厅，佮有挂车位的厝。昨天全面的去接触，发现有这个空间，所以我们找出法源，也可以去用这个市库。来这个购置一个房子来作为抽奖，不惜重资不惜血本来提供抽奖。第一，最大的奖当然是1户房子。除了官方的活动，各饭店业者嘛变先机，配合安心旅游开始，嘛拢来撒加额优待，放大振兴3倍券。
我们推出了住宿买1送1，那可以平日入住的话呢，可以送到这个房间。那饭店这边呢，也特别推出了一个住房3000元加码送3000的一个优惠活动。那另外我们还加码赠送了像餐饮抵用券1000元，还有住宿抵用券1000元。毋过，有饭店无参加安心旅游的补助，敢若针对进行3倍券的部分有平日升级的优待。毋过有参加进前台南市府杀的来大台南抽100万的大奖，嘛推出真有名的人大过套房来诱游客。那民众只要凭发票，只要满500块就可以得到一组序号，那就有机会抽到林志玲住过的喜房哦。那饭店大房，台南市政府即届嘛针对各面向来设整项方案，包括观光、文化高级嘛拢有相关的优待，各县市拢来设优待方案。要安怎赢过其他县市的价格优待，嘛要互消费者真有感觉的增加价值的方案，让互地方政府是真伤脑筋。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要报上届新的消息。早起，中国国务院表示讲，针对香港所制定迄部国家安全法，是香港繁荣甲稳定的守护之神。其中的条文包含有意引导共产党，也是分裂国家种种，上当拢通判甲终身监禁。尤其内底第38条规定讲，香港人民以外，伫咧无包含香港在内别所在，若卡到这条法，嘛同款就要吃罪。港版国安法详细条文伫咧表决通过了14点钟，30暗11点才公布实施，总共6章66条，其中明确列出4项罪行甲法则，相当的拢是终身监禁。首先是分裂国家罪，包括将香港自中国分离，首要分子10年到终身监禁，积极参加的人也当判3年到10年。颠覆国家政权罪，包括推翻中央或者是港府、破坏设施，相当拢是终身监禁。恐怖活动罪包括爆炸活动、互人重伤死亡，抑个交给外国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拢是10年以上到终身监禁。有效的防范、制止和惩治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堵塞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存在的制度漏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伫7月也特别开记者会说明，新春要讲中央是以决定加立法的方式推动港版国安法，强化执法的力量，绝对无容忍任何的挑战一国两制底线行为。港澳办的副主任张晓明警告讲，国安法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守护神，也是生日礼物。这部法律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守护神，未来一定会不断显示出它的弥足珍贵的价值。中央对港版国安法真有信心，会当互香港更加好。不过，港版国安法有真侪互人真担心的所在，包括中央将会成立驻港维护国家安全公署，也明定3种情形下会当由国安公署来对案件进行管辖权。被告可能会被送到中国审理。另外，38条写明，无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伫香港以外，针对香港实施本法规的犯罪，也适用本法。代表伫世界上每一个所在，拢有犯罪风险，就连上网成员拢有可能犯法。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也是香港交登去向中国接管满23档。香港政府举办升旗典礼，现任的特首林郑月娥，还有过去3个特首董建华、梁振英、詹荫权，甲中国派驻在香港联络办公室的主任郑人拢有去参加。林郑月娥致辞讲到后庭，伊表示过去这一档是伊投入公务40年来上界艰难考验的时阵。伫中国国歌声中，香港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挂上区旗甲中国国旗，伫维多利亚港口顶面飞过，庆祝香港回归中国、成立特别行政区23周年。港府7月7日伫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包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3名前特首董建华、梁振英、詹荫权、中联办主任罗慧玲、解放军驻港部隊司令員單道上等人攏親自參加。佢顯示咗中央政府決心保護絕大多數奉公守法嘅香港市民，免受極少部分
危害國家安全嘅人所害。香港回歸23週年，港版國安法也正式生效。林鄭月娥強調，港版國安法合憲、合法、合情、合理，佫較是中國甲香港回歸以來上重要嘅發展，呈現中國恢復香港穩定、貫徹一國兩制嘅決心。林鄭月娥致辭時也一度後甜，表示過去一年是40年來公務生涯上艱難嘅一年。我十分感謝中央一直對我嘅信任、屋企人同埋好朋友嘅愛護，以及各級同事堅定不移嘅支持。佢哋嘅關懷令我相信艱難嘅日子係會過去嘅。支持國安法喺香港實施嘅，呼籲香港社會要放低嗰個分歧，停止內耗。到底中國人大全票通過港版國安法了後，央視隨即發布中國解放軍駐港部隊、陸海空三軍部隊演習影片。这次我们奉命执行南部讨伐任務，演練背景是在不法分子棄權逃跑上島後。演練內容包括聯合搜救、互為對抗，但最主要就是一個包括對保導反嘅項目，時機敏感被解讀是嚇驚香港人。另外，香港前特首梁振英在面冊宣告，旗下北擴散基金要提出上懸100萬嘅港票，等於是新台票380萬賞金，獎勵舉報違反國安人士，替香港增加更較濟對立嘅情勢。記者綜合報導。今日早起，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陳明通主任委員，還有台港經濟文化促進會張小月董事長，雙人同齊宣布講，咱的政府新設出來，盡量要支持香港人民的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開始運轉。行政院蘇貞昌院長喺咧現場嘛，點名講，中國竟然有在條立法要管全世界的百姓，確實是有影恐怖。請揭牌。流議會主委陳明通、台港經濟文化促進會董事長張小月做會出席，宣布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7月7日正式開始營運。在中國宣布港版國安法正式實施了後，陳明通認為這是一個政府小挺香港重要的里程碑。那正式營運的這個日子，也是政府進一步實踐撐香港民主自由的重要里程碑。透過辦公室的成立，我們想彰顯的就是我們跟香港人，我們是站在一起的，因為所堅持的是一種自由民主的一個普世價值。大約有20人左右規模的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主任是港澳處長杜家芬來接，副主任是港澳處專委尤碧如來做，有專人專線給香港人來諮詢。總統蔡英文嘛，在面冊發文強調，會不分政府甲民間，給香港人上大的支持。另外，因為港版國安法規範的範圍真大，陳明通認為，唔單針對香港，也是台灣，全世界的人都必須要注意。天朝帝國對世界子民發生的律令，所以這個法已經不是香港，也不是台灣，是全世界都必須關注的。有這樣的一個法律出來，我們真的是必須嚴肅的面對。這是一個很恐怖的立法，中國政府露出這樣的真面目，用這樣全世界沒看過的這種立法手段，可以中國自己立法管全世界的人。行政院長蘇貞昌是批評中國，伊當時強調，這個恐怖的立法唔單是針對香港人，閣呼籲台灣人照出愛看清中國的承諾根本無準算，敢若愛有國家完整的主權，甲袂親像香港人即馬面對的狀況。記者台北綜合報道。現此時國際上包含美國、日本、歐洲聯盟和英國，攏已經有徛佇個人嘅立場，開聲責備中國，竟然寫這部國家安全法。尤其美國是宣布講，有牽涉到國防嘅高科技產品，禁止擱再出口去香港。過去關稅猶太嘛攏凍點，不過中國外交部嘛出歹喙，甲美國引翻頭了。中國不是嚇大的，美方通過所謂制裁，阻撓中方推進香港國家安全立法的圖謀，絕不會得逞。北京當局所講，會當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港版國安法，和國際社會正擔心。
法案通过进程，美国伫咧29先提出制裁，国务院甲商务部先后宣布停止对香港出口国防甲部分高科技产品，撤销香港特殊地位，暂停对香港关税优惠待遇。英国也正担心。We are obviously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e decision to pass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in Beijing as it affects Hong Kong. We will be looking at the law very carefully. We will want to scrutinise it properly to understand whether it's in conflict with the joint declaration between the UK and China. 第30个随侍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英国带头的27个国家发联合声明，希望北京重新考虑实施港版国安法。欧盟也讲人会回应。And having a detrimental effect on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and the rule of law, and we deplore this decision. 目前差不多3万日本人住伫香港。日本认为港版国安法恐吓影响上层经济伫咧香港嘅日本企业。国防长官菅义伟以严重程度强要到谴責嘅外交用語表達反對立場。国際社会や香港市民の強い懸念にもかかわらず、同法が制定されたことは遺憾であります。菅義偉強調，港版國安法破壞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信任，將會加相關國家研究，敢若是講可能會有進一步對策。記者綜合報道。再來講，日本要閣繼續新增加開放入境的國家，照目前所在，因會先含咱台灣打合。頭一批是要接納企業往來的人數，過來就是留學生，閣有就是近來這禮拜東京都武漢肺炎的患者，一天攏加超過40個出來。但東京都政府嘛宣布，會閣增加新的標準來觀察傳染症摊開的變化。來看7月初10，新加坡就要舉辦國會選舉。像知影講，頂月日，新加坡總理的親小弟李顯揚竟然去參加反對黨迄邊，昨是候選人登記的上尾日，眾人攏咧注目講李顯揚敢會參選，結果伊是開聲表明，望人民用選票結束因兄哥迄黨一黨獨大的情形。毋過李家毋免閣加一個人出來選啦。李顯龍。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出現紅毛橋選區，提交參選表。外界關注的也是伊甲李顯龍兄弟的是否接受訪問的時陣，顯然無想要加講。As for Mr. Lee Hsien Yang, I have no comment. He is entitled to speak like anybody else. On the nowadays with social media, you can have 5-6 million voices on the internet. The public will assess which ones are worth listening to, which ones make sense. 新加坡國會大選5年一擺，頂屆2015年大選，執政黨得票率是接近7成，佇89個席中摕到83席。本屆將選出93名議員，也毋過今年佇新冠病毒污染之下，雖然初期防疫做了袂歹，也毋過新加坡移工宿舍4月開始成為大數室。如今確診人數超過4萬，即馬逐工的確診病例也是以3位數成長。這擺大選，李顯龍除了疫情甲經濟雙重挑戰之外，也要面對兄弟的失和。弟弟李顯龍頂個月大動作加入反對黨新加坡前進黨。We can create a government that listens. The PAP vision of meritocracy has become a fiction. Choose a Singapore where the daily struggle and sacrifice pays off for. 大雷雨即时讯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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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雷雨即时讯息。台灣雖然到今，索馬利蘭攏還未含中國建交，佮也含咱同款，毋是聯合國的會員。毋過學者嘛是分析講，咱兩國若是繼續加強往來，中國有緣會百般來阻擋。台灣的外交傳出有重大的突破，非洲國家索馬利蘭的總統比斯傳出會派代表駐台，甲台灣發展長期的關係。連民進黨的立委王定宇嘛轉發相關的消息。索馬利蘭的媒體報道揭露，他們的總統
亲自签署了派任台湾驻台代表的文书。根据索马利兰技术部的报道，索马利兰甲台湾已经发展关系一段时间。台湾的政府高层要派代表团去当地造访。台湾的医疗团队陆德辉嘛，伫今年初去遐义诊。最近各关对抗武汉肺炎的医疗补给品，苏国的副总统嘛伫咧推特顶悬感谢台湾，而且标注蔡英文总统甲咱台湾的外交部。在蔡总统领导下，做好我们做世界一员，我们做好贡献，同时希望多交朋友。索马利兰伫咧非洲之角的东北非，索马利亚的北部。1991年对索马利亚宣布独立，领土的面积是台湾的3.8倍。但是因为索马利兰甲索马利亚有领土甲主权的争议，到今也未得到大多数国家甲国际组织的正式承认。学者分析，索马利兰无甲中国也是其他国家有邦交关系，嘛无加入联合国，所以甲中国无利益冲突。所以派驻台代表的消息传出来了后，无烦恼会有逼出来说失败问题。因为这个国家跟吉布地很接近，所以大陆既然在吉布地有这个基地的话，可能会在这一方面有一些战略的考量，会阻挠我们。因为中国这几十年一直咧扩大伫非洲经济体的版图影响力，透过中非合作论坛甲一带一路的提倡，提供非洲国家援助，营造中非友好大家庭的景象。台湾甲索马利兰发展关系，学者认为无法度避免，一定会受到中国的主动压力。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因为台中市政府掠空气污染做理由，甲台电公司重罚2000万。但中央环保署嘛打出来讲，去年市府废除台中火力发电厂2号发电机的许可证了后，因就撤销市府这项决定。这当阵发电机搁再开落去放，绝对合法。毋过台中市都首任市长也是搁批评讲，环保署是咧替台电出头做拍手。台中中华南投三县市首长30号做伙出现伫台中火力电厂，写完绝食行动，宣誓联合对抗空污。只是即马毋是空污季节，台中空气品质好。中市府坚持无爱互2号机中客，嘛伫29号对中火开出第5张罚单，重罚2000万。环保署指出，中市府撤销2号机许可，但互因撤销，提起诉愿行政院毋受理，即马回到许可展延状态。依法2号机是会当继续操作。还没有做成准驳的话，都可以依照原来的许可的内容来加以操作哈。那这个在空法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是为我们的法治系统来撑腰。环保署呼吁中市府依法行政，回归正常，唔通破坏法治。会再来到雾峰参加公投开幕记者会的市长罗秀燕受访的时阵，反抗环保署是中会拍手。环保署的工作应该是要保护环境、保护人民，千万不要沦落为成为中火的打手，那成为这个制造污染的杀手。中火排放的污染占台中的2成，环保署前副署长历史检顺规认为，罗市长伫空污治理顶头，想过偏向单一的污染源，而且离非空污季节诉求减污，政治的意图比实际效果大。那即马先停客烧炭的机组和烧气的机组来细修，等空污季节才来关烧炭，毋是较符合减污的道理吗？那到冬天空污季到的时候，我们的燃气机组就可以充分的供应啊。那时候空气品质比较差，我们再把燃煤机组停下来，那这样子不是一个真正有助于改善空气的做法吗？但是台中市政府显然不是嘛，他只是想要就是在政治上这样作乱而已。台电急要重新启动中火2、3号机，虽然目前是依法有据，不过备转用率超过10%，并无马上欠电的风险。检顺规认为台电讲袂清楚中火的必要性何在，规个事件演变成歹戏拖平的政治乐高麦仔战。记者林丹信良、林建生台北台中报道。讲到环保署和台中市政府互相对立。顶一任的台中市长，也就是交通部林佳龙部长，早起就表示讲，会造成空气污染，毋是单纯孤一项原因尔，上好就要全面性去探讨。尤其台中火力发电厂这阵问题，更加毋通伤过头用政治的角度落去考虑甲拍算。大家都拿我过去推动的自治条例来讨论，那我要说一句公道话我当时制定这一个台中市生煤管制自治条例。是不抵触我们的中央的空污法
那地方不能够进行违反中央规定的裁罚。现在把它变成是一个简化的是谁违法的问题。那一切法律不是谁说了算，法律是有权的机关来做裁判跟解释。林佳龙指出讲，过去伊做台中市长4年，青土炭使用就减少4成，搁毋若管制发电厂这款固定的造成空气污染的场所，另外也有立法针对汽车、机车这款会耍叮当的污染源头，就去管理。林部长也建议邱元市长，都要用较侪无共款的角度来思考，怎样达成改善空气污染的目标较好。早起，国民党举办记者会，邀请几两位来台湾配亲的中国新娘出面表示讲，家己未嫁过来进前有含情人所生的囝儿，即当阵已经摕到台湾的居留证，不过因为还无身份证，倒转去中国探亲要转来，煞无法度入境。目前是骨肉分离，望政府都要赶紧设法，互因通转来台湾一家团圆。甲翁婿早着2岁甲4岁后生来到记者会，黄太太哪讲哪哭，唔知影什么时阵才会当一家伙仔团圆。孩子就一直问我，那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可以回家？你要把我一个人丢下吗10岁大汉后生是经一段婚姻生，早就摕到居留证了后，咧等身份证。今年1月，黄太太一家伙仔转去西安，1月底转来时阵，大汉后生伫咧桃园机场，互人挡，无法度入来。翁仔某暂时分隔2地。2月12，黄太太搁一届甲大汉的后生转来，即届伫咧西安机场，互人挡落来。要我5个月时间，囡仔是互阿公阿嬷来照顾。我小孩每天都跟我讲。妈妈，我好想你，我好想弟弟，我想回家，我想上学，我想同学。我们父母帮子女取得居留权的那一刻，我们就选择了台湾的生活制度，选择了台湾的民主价值的教育理念。慢慢讲，顾着分离的痛苦甲无奈，家长是强调，即寡囡仔拢搁伫咧等身份证，毋是当初无选择台湾。希望政府马上来成立专案，定出时间表，嘛有意愿来配合所有的防疫政策。记者是新志明台北报道。再来讲，世界各国若是为着抵挡传染症，搁再继续封锁海关边境，观光旅行业当然就愈歹经营。过去看板已经真知5福旅行社，但都有裁员的风声。不过人数济少时也毋知。连我昨向西旅游嘛宣布讲，现任的总经理要退休。总是公司这边说明讲，这是顶员要放互下员，毋是伫咧裁员，也是自遣。疫情冲击观光业，有平面媒体报道，创立30多年5福旅行社传出内部有意思要大裁员，或多超市5成。针对这件代志，5福旅游是好人，强调目前公司的政策还未确定，高层主管嘛搁伫咧讨论裁员的比例当中，看完会来对外说明。我们的确是高层有在研拟这件事情，但还在研拟中，所以根本不会有那么高的趴数跟比例。目前就是他们还在开会中，所以不会知道这么准确的数字。台湾的边境是封锁几个月，旅行业无收入，政府的纾困嘛未冻结。向西旅游嘛宣布高层人事改变，总经理陪审又提早退休，由董事长王文佳来兼任，包括陪审又在内，这已经是疫情发生以来第4位退休的高阶主管。毋过向西强调讲，这是世代交替，毋是要减少人力。一方面是雄狮一直积极在做一个世代交替哦，那一方面就是疫情过后确实也希望能够在世代交替部分、世代传承部分能够去做加速。那这边也做一个澄清，雄狮从疫情发生以来，并没有资遣任何一个员工。安心旅游补助7月初开始，毋过旅游业者认为讲，国内的市场也是真有限，伫咧全球疫情等候进前，观光业也是真艰苦，尤其是台湾的旅游业者向公告7月底进前拢袂当出团，即马干会当喙齿更加的硬动，先拄内部来减少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咱的新闻时常咧提醒讲，未入学的幼囡仔不时都会甲细项物件摕落去喙内，这要真注意。台中就一个5岁查甫囡仔，甲7公分长的细台7套米仔车吞落去腹肚底。医师嘛指出讲，是大人都要真注意，因为这款情形严重者都要开刀才摕出来。
5岁小鸡即马看到小汽车就会惊吓，因为进前无小心吞了像这款大细的金属七头物仔，经过了一场痛苦的过程。要不然很危险呢，很恐怖呢，那么大的东西，好不好？好啦。小鸡的爸爸形容当时的心情，伊讲发现囡仔吞了一香港买金属七头物仔，一开始真紧张，吓了一跳，这样子就是他说就放嘴巴喊了之后，可能不小心。就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吞下去了。李成讲，其实平常拢有咧注意囡仔耍的物件，详细有磁性的或者是电池，拢会撇开。无想到讲，厝下所洗咧那的金属汽车，囡仔竟然往嘴内底挤。医师指出，患者送病院了用热石镜来甲伊提出来，惊食道受伤，还佫做了保护。观察了1个礼拜他都没有要从肠胃道里出来的迹象。那 X 光看起来还是持续停留在胃里，所以跟家属讨论后，我们还是决定做内视镜把它夹出来。医师表示，金属类入了食道肠胃了后，4到6天若是无法度排出来，就要用内视镜来给伊提出来。但是如果是有磁性或者是电池的物件，就要马上来看医生。若是胃破空，引发了腹膜炎或者是败血症，恐惊会有生命危险。如果2个磁铁的东西吸在一起，中间有肠壁。那基本上来说，那一段肠壁有可能会造成那个肠壁坏死。穿孔的情况下，基本上会影响到整个肚子，那到时候会造成严重的感染。医师指出，无小心吞物件落，若是到了12指肠以下，无法度家己排出来时阵，才会考虑用手术的方式来处理。嘛，提醒像囡仔的父母，长款3公分以下的物件，尽量莫互囡仔来摕到，嘛是吞落去，嘛爱冷静，确定无摕到呼吸了后，紧来送病院。记者综合报道。原来讲东部花莲的水水海拔超过100公尺高，武河山区遮专门伫咧种蜜香红茶，迄就是因为椰仔这款糖来咧雾烂，地叶才会特别香。毋过近来真侪蜜香红茶地树煞拢大连，地龙讲这就是这阵啊雨水真欠，雨若阁唔落落来，莫讲地叶会连椰仔这款糖都用要无地看了。来到花莲水水乡武河坪的地园内底，虽会当看到真侪地树拢已经打死。地龙烦恼讲，若是阁无落雨，受损的面积会阁较宽，嘛会互甲地树共生的小粒叶杉受到影响。20几天没下雨了，第一个就是产量也减少，再过来呢，小叶产也比较少一点的。根据中央气象局的资料，6月中水水乡小连续几落天出现38度的高温，加上无落啥物雨，规个武河坪6月份的雨量敢若28毫米，是真罕你看到的可观。瑞穗地区大概有100公顷的这个茶园大概有75%左右的这个茶园都受到旱害的一个影响。依照目前的现况看起来应该达到20%以上的一个受损面积。瑞穗地区的茶农能够尽快的到乡公所去做一个通报如果说达到这个天然灾害救助的一个门槛能够得到一个适当的一个救助。县府农业处强调讲，武河坪因为无水源，所以只要拄到长时间无落雨，就会出现可旱的情形。真侪年前捌计划要引授高暖溪水来灌溉，但是无成功，话这嘛大部分拢打起啊。建议地农说乌网压日应付极端的气候。记者综报道。过来讲，昨7点外，台东县绿岛的观音洞遮的草廍开始火烧，一直到半暝，火还搁咧倒。尾手消防人员无用甲透早，火势才控制落来。台东县的消防局是估计讲，烧起的范围有4架块，导火原因就要搁调查详细。伫远远的沙坡地开始导火，烟一直升起来，绿岛往牛头山方向3十暗发生草廍的火警，火愈烧愈大，一直到初一透早也搁伫咧烧，甚至烧到山南这边。警消接到报案到现场拍火，经过透灭抢救，总算伫咧透早将火势控制掉。目前我们人员是已经抵达现场，都来进行做一个灭火动作。那希望将现场参与的这些火苗能够尽速来做一个扑灭。规大片的草廍啊，拢烧甲乌草焦，还搁伫咧呛烟，不过已经看袂到火。台东县消防局初步评估，被烧掉的面积差不多4公顷，火有可能影响梅花鹿甲绿叶的栖息地。就导火原因，还搁伫咧调查。梅花鹿的保护区跟那个鹿蟹的栖息地这2个区块，那因为还蛮靠近的，那我们不敢确定说，是不是已经很有受到影响。伫去年8月，绿岛也捌发生过牛头山大火，迄当阵因为透南风，火拖了真紧，烧掉将近28公顷，对当地生态破坏真严重。这边个发生火警的意外，
当地居民担心火若阁烧起来，会造成旧年的火烧山意外阁再一次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两句，我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咱大家拢知影，水火无情，确实着爱谨慎。尤其讲到这个火烧过去，台湾俗语几多句呢？头一句，咱互相来提醒一下。永早民间人流传讲，3年钓贼头，毋值一摆火加老，就是讲吼，你连续3年，互你钓贼头啦，贼仔足够来恁兜拼啦。假使讲吼，一摆无注意，火加老，就是讲吼，火的代志咱无斟酌，拍加老咧。讲白就是讲火烧啦，贼头甲你偷3档哦，损失的财产，假使一摆火烧，毋则讲真正水火无情。讲火的代志，看有偌危险就有偌危险。毋则第二句的俗语，咱要来讲，讲危险的代志你搁咧做，明明你就知影讲头前是红灯，毋是青灯，红灯阻止咱毋通行这条险路。谁知影讲你目睭金金，硬甲扬过去？人讲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意思就是讲吼，骑虎不比咧骑马呢。这个虎你也敢甲骑落去？人俗语咧讲头毛刺火，你甲看这个俗语看有直接无？火危险呢，火摕来烧头毛。头毛念咪烧落去，就是头壳，就是五官，就是鼻目喙啦。这个俗语是讲甲明拄明，袂输敢若铺伫咱的目睭前共款。所以，若咧坑人讲危险的代志，你千万毋通做。咱过去这老辈就讲，你毋通头毛刺火。吼，这个俗语真正表明讲火的代志爱特别警戒，特别注意。毋则讲，搁一句俗语话，永早讲甲单。咱已经流传足久啊！这句俗语话吼，有一个共音的趣味。你听国情，简单来甲你听一下。这句话讲：火烧高寮全无梦，打沙屯海了戆工。火烧高寮这个高，那照咱过去正确的写法，正就是希望啊这个高，顶头一个字，下骹一个广告的告。火烧高寮全无梦，毋则讲吼。因为高寮烧起啊，希望啊当然就拢无啊，或者火烧高寮全无梦，无梦的梦解说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希望。拍鱼掠鱼，这个梦啊，就是咱心肝内对着未来的代志变化一种的希望，一种的愿望。毋则讲火烧高寮全无梦，无梦啊啦，无愿望啊啦，无半点的希望啊啦，代志从此失去种种期待咯，已经无再条挽回咯。过去吼，咱真侪老辈真够斗即个4句连7字4句的，毋则顶句讲全无梦，下句讲毋免搁再拍拼，毋免搁再出力啦。因为打沙填海了戆工，海面看茫茫，你打沙要去甲填，要甲吞，要吞甲当时，决定是了戆工嘛。过去即个俗语话，袂说讲，敢若亲像伫咧看电影共款，讲出来就铺伫咱的目睭前，实在是真有意思。咱如今搁再捡出来互相参考，嘛是互咱遮的观众朋友当作讲热天时一项重要的提醒，因为水火真正无情。热人确实真侪人电风冷气拢会一直开咧放，毋过都要真注意火烧的问题，尤其是近来天气虽然烧热，嘛不时会落雨。电器电线一个吊单搁插电，都会导火。消防人员讲，这是上界危险的情形，咱都要真警觉。天气热，冷气的使用率高，真侪人拢会定期清理保养，但是清理的时候爱细腻，因为高雄市大树区有一户徛家，1号透早火烧厝，就是伫清理冷气的时候起火。他是准备清洗冷气机，不知什么原因引起火灾。现在起火原因由火调人员调查当中。高雄市消防局提醒，通常火灾发生的所在拢伫困房，因为民众可能伫困，也是无伫房间内底。若是电器伤久，伫长时间开的，也是电线拢总爆做火，造成内部的电线破损，都会引起火灾。电器都用的比较老旧，不就会吹电风扇嘛？用的比较老旧一点，它可能用久了，它机器自然的耗损，或者是它短路了。或者是你太久没有去清洁它几乎导电了，可能就有这个风险。那刚好旁边又有一个可燃物，它就会扩大燃烧。若安尼像南台湾的热天，真熬落雨，也是做风台，厝内的电线若是有破损，湿气可能会对电火布帘的所在走入去。插电的时阵，就有可能会喷火青。这时阵边仔若是都有纸箱啊等等熬起火的物件，都有可能会导火。消防局嘛提醒民众一定要特别注意。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
咱过来讲，若讲到水蜜桃，普遍咱拢会想到种伫咧关山。啊，毋过台中市外埔则有一个老农民，名叫林茂生。2年前开始，伊甲水蜜桃的材啊伫咧平阳发了有成功，这是突破过去的技术，种出来的水蜜桃口味阁也真好。咱做伙来看卖。水蜜桃属于温带水果，通常种伫海拔1000公尺以上的山区。毋过，伫台中外埔有农民成功伫平地接挖种出水蜜桃。高山水蜜桃它需能量很高，爱困我爸，零上几度，比如说零上10度、12度，那他要睡200-300个小时，他这个不用，这个就困一个中昼，伊都有够啊，伊就会当生啊。林茂生凭着10多年种植的专业经验，为水蜜桃的品种做研究。虽然拄开始边的人拢无看好，但是嘛无影响伊的决心，种出来水蜜桃滋味嘛，互人真娱乐。香味是很纯、很浓，然后甜味又很，吃起来不腻。非常的爽口。原来大家看不太起这个东西，因为它这个东西就在这个地方好像不太适合。可是它真的是奇葩，能把它种出来这么美味、这么甜、这么香的一个水蜜桃这年难得的成果，台中市政府农业局的专员区长等人嘛特别去林茂生的园仔内，向伊请教种的技术甲美感，嘛鼓励伊会当将技术分享，望成立产销班，提悬外埔当地的农业经济。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公园来讲森林馆环保局按去年开始，用养殖业的渔民无爱滴的蛤蟆壳来砍沙坡，效果好，时间阁长。一摆会当解决讲蛤蟆壳要再对倒位去放，阁有落水溪、沙坡、防肥、营养2项问题。未来森林馆嘛想讲会当继续推动，阁望中央继续补助设备，才会种种的项目。天气热，蛤蟆的死亡率悬，但过去废弃的蛤蟆壳，特别有小渔民倒咧第4乡的保安拿中。但为现在开始，为了统一管理废弃的蛤蟆壳，第4乡公所设置一种整地场。要开放有小号来当废弃的蛤蟆壳，应该会开放时段是大概早上8点到中午12点这样。他们有一个所在通啊好长一来就是白偏，二来他还可以拿去利用。为了解决落水溪用电的问题，去年云林县环保局将15栋的废弃蛤蟆壳抛下咧卖了出海口和轮背月推路电刷风用电，经过1年的观察，风电的效果达到6成7成。而且时效长达半年以上，我们政府嘛希望用蛤蟆壳电刷，会当持续来推动。以前是用集配来铺路，那现在改用文革壳来铺路，那不只是可以去化我们的文革壳，那甚至也能够非常顺利的弄出一条便道，那这一条便道也能够有承载砂石车、喷水车的这个作用。我们政府表示，环保局去年咧落水溪沿岸高滩底拍22座水井来进行马鞍藤。并抛下废弃的蛤蟆壳、马鞍藤来防腐。目前电刷的效果非常的好，但运输和施作的成本每公顷大约要15万块。未来按算过来抛下30公顷以上，希望中央会当补助相关的经费来执行。记者为您报道。热天时毕业的时阵到，屏东万丹万新国中，因拢有举办体验的活动，让毕业生去参加。今年因特别带学生去大平湾。各动物船、西芳船，望要让这学生囡仔留落宝贵纪念的记忆。看高中生坐伫独木船顶，野船长同齐过船，看起来是真有伴。其实因有真侪人拢是头一摆过独木船，对这摆体验拢感觉真趣味。那个独木舟觉得很好玩，之前没有体验过，想到之后会很怀念。过独木船2个人一组，会使训练学生的平衡感。和沟通的能力。屏东万丹乡的万新国中，逐年若到学生要毕业的时，拢会带毕业生进行无同款的体验。这届用以治为旁、禽为长做主题，地点就选伫大平湾。我们都每一年可能会安排的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然后像我们也有做过热气球。然后呢，也有去浮潜。然后我们这2年也都是来这。谢谢学校在最后我们快毕业之前办了这个毕业活动，然后让我们可以体验一下水上活动，然后跟班上就再留一些纪念。这款特别的毕业活动，
毋但互学生感觉真心惜，也真感谢学校的安排。校长阁强调，未来因也按算逐年拢会规划无共款的活动，互毕业生来参加，互学生伫毕业进前会当留下上珍贵的纪念和回忆。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台东县海端乡的嘉南村，自今仔日开始有客运车驶入庄，学生读书、民众看医生就愈方便。村民嘛欢喜讲，过去已经争取30年，公车才驶来到位，实在种种的感想，唔知要安怎样讲起。等30年，台东县海水乡嘉南村总算伫咧7月7日看到公车开入去村内，部落族的村民用传统祈福仪式，唱赞美感恩的歌谣，迎接历史性的一刻。嘉南村包括嘉禾、嘉平、甲嘉乐部落，这条公车驶路线也阁延长到国家山区的嘉乐部落。老大人真欢喜的讲，唔免阁像以前行到2公里外的省道才有公车通坐。以前的香还是没有进来，现在还好进来了。老人家在家里了以后，我们都很希望说，我们老人家也有到都会的就医或者是洽公的这样的需要。村内嘉南国小今仔日5位毕业生也来体验坐公车，因讲以后到关山国中读书，唔免阁再自厝内行点华钟到山骹坐公车。也阁自山骹骑车行半点钟来读书的学生，讲以后唔免骑车坐公车就好，袂像以前特别拢是大粒汗、细粒汗。终于可以不用骑单车了。上国中就很便利啊，就不用走到下面的公车站坐公车。这条新的公车路线，大港嘅早中暗有5班车开伫村内，虽然村民的人口才300多人，不过村长讲，除了更加方便村民对外交通，以后会当倒来观光客，村民也更加愿意经营部落的旅游，促进在地就业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来讲，这回传染症和本地体质就无讲介健全的艺术文化产业变了是搁较难。虽然政府的纾困甲振兴对艺术工作者也有淡薄仔帮衬，不过有学者就分析讲，上介好就要有新的文化政策来替因开路，安尼才会久长。咱赶紧来看今日《公视台语台》新闻专题：后疫情新台湾。阮有10几场，阮有10几场的这个物件建设去。受疫情冲击，台湾本土剧团金鸡演社创办人王英如讲，遮做戏衫拢无法度穿去台顶，就连工作室的行事历是拢到6月初7，全台湾解除封锁了后，才有演出的行程。无法度出团的这段时间，演员练太极拳维持体力，也把握时间甲过去要演过经典大戏的影像整理起来，替后续的展览做准备。表演艺术就是你人拢是活跳跳的，你演才有钱。做一场是了一场，你佫梅花说愈上中但是咧政府规定，咱就照起工来啦吼。所以政府这个物件当然是足好的，安尼莫去误事，安尼就好啊。我伫这个艺文界30-40年的经验啦吼，常常有困难啦吼，有困难。这个困难实在是较大是讲拢毋捌拄过，包括2003年的SARS都无遮严重。过去几个月疫情当地团时，国家音乐厅、电影院、甲剧场拢无开放，未少艺文工作者是拢靠政府的纾困金过日子。即阵政府煞进行方案，发3倍券，搁再煞艺放券，就望。大雷雨即时讯息，大雷雨即时讯息。大雷雨即时讯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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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雷雨即时讯息。前到位的时，是搁一届去互提起。国家表演艺术中心的董事长朱宗庆认为，替艺术家打造搁较侪舞台，这个产业才有法度拍断手骨、颠倒用。人才技能是上重要，你也无专业，其他都免讲啦吼。这方面咱台湾算足用的啦。这波疫情也互未来艺文产业的形态给了各种的可能性。我们确实看到未来的新常态，就比如我刚才讲内容的串流。
然后所谓的 AR/VR 的运用，虚拟跟实体的这一种所谓的界限不断的在消失，然后新的创作的可能性正在发展中，我们需要更大的计划政策去支持它。经营剧团27年的王永如也说出艺术界真侪年来所面对的危机。买票来去看表演、看展览的吼，连一杯珍珠奶茶的价值都无，你看卖啊咧。这就是因为咱台湾的美学的这个基础拍了无好，你人无食饭会死啊，灵魂无艺术会怎啊冷去，会袂水气。艺术文化是咱国家的灵魂，除了纾困和振兴方案，艺术教育要安怎定根，让观众愿意支持艺文产业，需要更较侪政策来支持。记者阿敏珍、张玉水、林坤明台北报道。咱嘛来讲台北一个会教囡仔讲母语的少年妈妈，本身嘛伫咧投入环境保护的教育的工作，尤其伊阁真兴趣画图，就是发觉讲市民真好去找到专门咧了解大自然生态的台语册。伊就安尼开始画花画草，详细说明种种花材的台语名安怎叫，实在是真用心伫咧为土地顾母语。大家讲伊亲像包药纸叫两铺白白，所以是药纸伊。你要安尼改号名是吧？目睭贴甲大下大蕊，看妈妈画的图，阿仁当伫咧认捌即只身躯乌乌、好做粉椒用的一种蜡叶。陈丽萱提出真侪水彩作品，对看叶树、麻叶石到阿美族的清茶，图的边啊拢有台文字甲罗马字。陈丽萱讲，因为伫咧市面顶真好找到这种台语生态教材，也因为伊本身是教育环境人员，加上爱画图、爱台语，伊怎家己画，也伫面册创一个平台，和人分享。我足希望台语即个语言会当足健康的活落去，所以伊足需要咱甲。阮细汉的时候，常咧讲的字，爱捡倒来讲，啊，佫有新的字，爱，就算毋知影嘛，是会当含老师、含专家讨论，啊，佫创造新的字出来。敢知影即只是啥物？放假。嘿，放假。全台语的行动环境其实是陈丽萱的坚持，伊毋若对有心的时阵开始接触台语，也和厝内的人共同打造全母语的生活环境，和囡仔做伙定根。不过，这项母语家庭的坚持，伫囡仔上幼稚园大量接触华语时，也拄到一寡挑战。囡仔去读册了后，伊就学着做侪华语新的词。啊，伊台语若无迄种长篇的故事，互伊搁去学着做侪无共款的面向，好比讲天文，伊的华语足紧就会比伊的台语搁较厉害，搁较强势。为着延续学校以外使用台语的机会，陈丽萱和济的台语家庭创活动，亲像去野外行踏，打造生活中的台语情景，让囡仔有无共的生活刺激，也维持讲母语的自信。记者阿敏珍、张玉水台北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31度到36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31度到35度。台南、高雄、屏东31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26度到34度，金门马祖澎湖28度到33度。感谢你收看今日的下晡新闻，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
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电推小姐。前几天甲朋友冤家，心情有淡薄仔艰苦，真歹势。咱今仔日要讲的事是吃亏。吃亏汉字写作吃亏，罗马字写作可以吃，可为亏。吃入声第4调，亏第1调。吃亏其实就是现代词可怜啊的意思。早前常常咧用，不过现主时已经较少人用啊，真无彩。吃亏是一个真水的词，若无人用，则真正是可怜啊。甲伤心、吃亏意思差不多的，佫有怨气、气心、懊恼、忧愁、郁卒、苦楚、心酸等等。台语词内面有这么多伤心的话意词，才有人讲，咱台湾人是对伤心真有感觉的一个民族。嘛无怪古早的台语歌、台语电影内面，悲恋拢是上主要的题材。怨气、气心拢是心情无好。不过这两个词较有，拢是你啦。这种怪罪别人的意思，甲吃亏这种较属于自卑自叹的感觉无同。懊恼是无甲代志处理好势，所以感觉真后悔的心情，主要是针对代志发展的烦恼。忧愁甲郁卒是长时间的伤心，有可能因为感情状况、生活，也是为着人生大细项代志咧烦恼。大家拢会心糟糟，足无快活。若苦楚甲心酸吼，迄种感觉较强，若像心肝头有尖咧尾共款，亲像有人讲，我君离开千里远，明日思君心酸酸，迄种苦楚甲心酸。人讲好花难得成相对。心美无伴，伊就上吃亏。虽然大家拢介意双双对对，有人做伴，不过其实一个人生活嘛真幸福，无遐尼可怜啦。忧、吃亏、怨气、气心、懊恼、郁卒、苦楚、心酸。人的心情有好有歹，真正常。有时感觉家己真吃亏，嘛无要紧。当有亏来的时，爱记得振作哦。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